众朋友们，大家好。从本月18号开始呢，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呢，在昨天28号周四已经圆满结束。对此呢，本台就特别的邀请到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保格赞坚赞，在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中，向大家介绍更多的有关这次大会的详细情况。格赞坚赞先生，您好。你好。那么呢，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台的采访。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会议中主要讨论了哪些问题呢？这次会议呢，因为是3月份的会议，会议里面主要当然要审批流亡藏人内阁的所有的财政预算，但是在整个审批财政预算里面，议员们对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的各种工作提出了许多质询，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议会里面，新内阁呢有许多新的工程，比如像新出来的流亡藏人的一些定居工程，包括对他们的一些技能培训，以及西藏前政治法，对他们的一些定居的工程，还包括有一部分比如像从流亡社区的有一部分的比较偏远的一些地区的一部分人要移民到加拿大的这一部分工作，这些方面呢，各个议员对内阁提出了很多，讨论了很多。这里面呢，还最重要的一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西藏在流亡藏人里面呢，在学校里面呢，它有很多个部门。这次呢，印度政府下面我们有一个学校，属于印度教育部下面的一个行政管理中心。现在印度政府决定把这一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藏人行政中央的教育部，因此呢，关于接收这方面，议会里面呢讨论的也特别的多。因此呢，这次会议里面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包括对流亡境内藏人的自焚方面，以及现在已经到了欧美这些国家的一些藏人的一些具体情况，这方面呢讨论的比较多。那会议的第一天呢，还制定了有关自焚抗议事件的官方决议案，其中主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这次会议里面呢，一共通过了3个关于境内藏人自焚方面的决议案。当然，第一个自焚决议案里面呢，主要是从2009年到现在，所有自焚的藏人，为了表达对他们的缅怀，或者为了纪念他们，我们把所有自焚者的名单都加到议会里面，对这一西藏境内的这一情况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第二个呢，这一决议案应该叫做对西藏境内藏人的一个声援的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里面呢，主要表达的是，大家对中国对西藏政策的这种不满，以及为什么这么多藏人为什么要自焚？中国对藏政策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改变？但是呢，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需要采用什么一些政策？特别是对这次会议里面对内阁纲下，特别是对施政，提出了许多质询这方面。因此呢，最后呢，由于我们在开会期间，又发生了2起西藏境内自焚事件，包括去年发生的2个事件又重新得到了认可。因此呢，加上以后会议的最后里面，我们又通过一个决议案对他们表示缅怀。因此呢，通过了这么多项决议案。那么再请谈一下，在今天的这个会议过程中，各议员们纷纷对藏中和谈的进展和新任命藏中谈判代表的问题。这次会议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也是关于藏中和谈的情况。因此呢，很多议员对新的内阁，也就是新的施政，对藏中和谈不仅仅停留在所谓的平常讲话里面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是很多议员关心的是具体做了哪些，比如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个通道，通过这样一个通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能够和谈的这些声音传达过去，或者说你要真正的中国政府如果有愿意跟我们和谈，那么我们的和谈的基础是否是2008年递交给中国政府的所谓全体西藏民族得到名副其实自治这一建议的文件，还是新的政府有什么新的准备？特别是这次会议里面对
新的内阁能不能够，或者说已经任命没有藏中和谈的这一代表提出了许多质疑。当然了，施政也好，新的内阁阁下也好，很有把握的。如果一旦中国政府有愿意跟我们藏的行政中央有和谈的这一意愿，这边呢，我们可以肯定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这一点，在内阁里面得到的答复，大家也比较满意。谢谢。那我再想请问一下，这次主要会议就针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案进行了审议，能否谈下审核结果呢？这次会议的财政预算里面呢，因为我们这次审批的财政预算是2013至2014年的财政预算，这一财政预算比2012-13年的财政预算比多增加了按照卢比2亿多卢比，因此呢，这一增幅的幅度是特别大的。这次财政预算里面，也就是说，2012-13年的整个我们的财政预算是10亿多，而这次呢超过了12亿，所以这次增幅特别大。主要增幅大的很多呢，主要的就是说增幅的方面是在达兰萨拉也好，或者说印度各地。从西藏境内后来出来的这一些人，由于原来没有藏人社区可以居住，在达兰萨拉这些地方呢，也有很多人也没有自己的住所，因此呢，为了解决他们的这些困难，这次的内阁阁下里面呢，新的财政预算里面增加了很多这方面的预算，在整个预算里面，我们的财政支出里面比较大的是教育跟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这些都支出的比例特别高，特别是还有一件我们的政治方面，也就是说政治宣传或者说我们驻外机构的这些运作，这方面的财政也提幅的比较高。还有一个这次财政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也就是我们要就业，我们许多出来的人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呢，这次的藏行政中央在关于培训一些技能方面，比如电脑及培训，包括你木工或者说汽修，还包括一些一般的修面剪头这方面的培训方面的那是种。怎么讲呢？这种预算的支出，这次也是特别高。但是呢，我们可以讲的是，整个流亡藏人的整个预算概况，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的许多财政都要依靠外来的资源，但是呢，我们的财政如果到现在都是可以讲我们的没有赤字，不但没有赤字，我们现在以后如果时局有变。或者说我们断了外面的这种资源，如果我们的藏人行政中央的这种工作不能够正常的开展，我们当时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因此呢，在我们经济部里面有一个固定基金，我们固定的基金的增幅特别大，固定基金里面再加上每年的财政应运，因此呢，以后我们的财政如果我们不搞藏人定居点的建设方面，一般的日常的开支，我们可以从这些基金的利息以及我们自由捐的这些钱里面，我们可以自主的、自个的可以，我们的财政预算都没有任何困难，因为这呢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件事吧，我就这么介绍吧也好。然后呢，这次会议还就流亡藏人宪章的某些条款进行了修改。其中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流亡藏人宪章里面修改的其实比较少，因为原来我们在把噶伦赤巴的名称变成司政以后，这些里面呢，在修改原来的流亡藏人宪章时候漏掉的一些词语新加上去。但是这次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在对流亡藏人的选举法做了2处改变。这个就怎么讲呢？就比较怎么讲呢？变得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比如我们的议会议员也好，市政也好，包括地方长官，都是民众普选产生的。一些地方呢，由于怎么讲呢，在预选的时候，比如一个人得的票特别高，但是其他人的得票率特别低。如果在正式选举里面，
没有竞争对手，还需要再重新选举。因此呢，我们这次对地方长官的这一些选举呢做了修改，也就是说，在预选里面，一个人如果得分率超过51%以上，在正式选举里面，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他就可以自动当选为地方长官。对这一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修改。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一个我们自由捐这么一个法律，我们一个章程，关于流亡藏人怎样捐这个自由捐这一方一个章程里面做了一个修改，85岁以后可以免去这一捐。因为这次议会里面，为了表示对老年人的这种尊重对，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一般你上了70岁以后，为了方便他们，为了不用他们每年都到自由捐运动组织里面去，每年都要去交这笔钱，其实钱很少，一年也就是50多元。但是呢，很多70岁以后呢都不方便，因此呢，如果你愿意一次性的交到85岁，这当然都可以。因此这两方面呢做了一些修改。这次会议里面，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对，好。然后呢，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然后在27号的会议过程中，也就是会议的第9天，有议员强调，针对中国政府持续迫害藏人，将要开始主张西藏独立的政治立场。对此呢，您是怎样看待的？对，在这次会议里面也有很多议员提出了西藏独立的主张。当然，我们知道议会里面也有很多议员他是坚持这种独立的主张。但是这次议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议会个人的一个说明。当然，这是按照议会的这种议事细则，他有个自己的说明。这个说明呢，因为这议员呢，他是一个资深的议员。他曾经也当过西藏人民议会的议长，因此呢，他在这个声明里面呢，他提出以前在西藏议会里面所有通过的有关中间道路的所有决议都是全票通过。因为全票通过对他来讲，因为当时尊者达赖喇嘛并没有将所有的政治责任移交给我们民选产生的领导，因此呢，为了表示对尊者的尊重跟信任，他没有对中间道路的决议案呢没有投过反对票。但是呢，现在我们的政治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尊者把所有权利移交以后他认为他现在再不会让无中间道路的这一政策，如一旦在议会里面通过哪一款哪一条，都不会能让他全票通过。因此他要重新回到他以前的这个独立的这主张上。而且他从那天27号开始，25号27号吗？27号开始，以前的做过的所有的投票他都要全部收回。因此呢，这也强硬的他的这一主张呢，他自己在议会里面呢说的非常的，就可以说很牢固。我的看法呢，他在这个声明里面其实有了3点，有3点，这3点里面呢，主要讲的是，因为中共统治西藏60几年里面，对西藏采取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打压跟管制，因此呢，他对中国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希望。因此他说必须要重新要回到追求西藏独立的这道路上。因此在议会里面呢，他必须要坚持这一政策。你呢问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呢，当然了，我们呢议会里面一直都希望如果能够改变西藏警律的这种紧张局势，或者说我们西藏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以达赖喇嘛提出的以中间道路的这一思想，或者说这一基础能够跟藏中和谈，这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中国政府还不能按照我们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包括尊者这些中间道路跟藏人行政中央和谈，或者说有任何准备，这样的一些情况，这种坚持中间道路的这种思想，这种人他们也会越来越强硬。因此呢，以后我认为这应该也是对中国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声音，我认为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我认为谢谢。好，再次感谢格桑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节目，谢谢。好，谢谢。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专访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这次的主持人次任，下期时间再会，这是雷。